台南市环保局的中金高级馆本地是宜宾市的歌厅舍，即马变做是中古家具的展示场。毋但安尼生，还阁设一个亲子阅读馆，即典藏一环境相关的册。那伫咧外口呢，是用回收的废弃物做大型的装置艺术。真侪民众趁年假时阵来遮行踏，环保局也希望讲会当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。 有古做土仔，佮有大型猫仔的装置艺术，城民众趁年假来拍卡翕相。台南市环保局的中金高技馆，互人讲是全台湾上水的公家机关，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佮重新利用，家遮变成囡仔故事的场景，那是佚佗的好所在，嘛兼宣传环保的观念。回收回来的保丽龙，里面是保丽龙啊，外面是用我们的影印纸，我们局里的回收纸半浆。 做成的，不好意思抬头，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材质蛮好的，蛮好拍的。然后刚来这边逛的时候，有发现说这边的就是一些重金属的材质，它是用一些比较再生的材质做成的。为了要减少粪扫量，环保局伫咧民国90几年设中金国资源再生馆，到达满20档，落尾因接管移民署无咧用的空间，家遮变做技馆，正做中国旧家具的展示场合。行入内底会使看到古早薄冰箱的时代放饭菜菜图啊，嘛有日本时代铁马，民众讲互因真少年。无爱牵出来，到尾阮搁订精修、订磨。 订油漆，来了，做成一种新品安尼。爱护环境对源头做起，一楼除了展示中国的家具，嘛有设亲子阅读区，提供环境保护相关的册，互大家来看。环保局讲，按算伫咧年底进前，会个规划环境教育的展览，提升大家爱护环境的意识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